我哋今日就逐一盤點印度最污糟、最令人作嘔嘅10種街頭食物。當你睇到第一名嘅時候，你絕對會懷疑人生，因為嗰樣嘢竟然係好多男人平時最中意食、最自豪嘅男人最愛。好啦，我哋由第10位開始講起。大家都知印度好熱，好多人去到街頭見到有啲七彩斑斕、五顏六色嘅街頭手工雪條或者刨冰，特別係用啲鮮豔嘅芒果汁、玫瑰糖漿淋落去嘅冰品，即刻覺得好消暑，好想買反支試下。記者順住呢啲雪條攤檔嘅送貨線路，跟到去一個位於新德里郊區嘅地下製冰廠。當行到入去個廠房嘅時候，嗰種酸臭同霉味簡直隔住個口罩都衝入個鼻度。地下擺滿咗生鏽嘅鐵模具，周圍全都是污水，無數嘅烏蠅喺度飛嚟飛去，甚至直接被凍結咗喺個冰塊入面。最令人作嘔嘅係製冰廠嘅工人全身赤裸上身，流住大汗，就咁用腳踩住舊冰，將啲污糟嘅地下水直接泵入去個大水缸度。呢啲水根本冇經過任何過濾或者煮滾，就咁加入咗大量工業用嘅化學色素同埋超標嘅甜味劑。當你咬落去嗰一啖冰嘅時候，你其實係吞緊無數嘅大腸桿菌、寄生蟲，仲有工人身上流落嚟嘅汗水。呢種雪條喺當地賣得非常平，好多小朋友同遊客為咗消暑就會買嚟食，但背後嘅衛生情況真係令人不寒而慄。跟住落嚟第9位係一種叫做炸脆球或者叫水球嘅國民級街頭小食，當地人叫 Pani Puri。呢種小食基本上係去印度旅遊嘅人必試嘅清單之一，外殼炸到金黃酥脆，中間挖個窿，然後小販會用手指公幫你戳穿個殼，再伸隻手入去個深綠色、充滿香料同埋薯仔泥嘅酸辣湯水度，刮起一小球俾你一啖吞落肚。記者用鏡頭近距離記錄咗幾十個小販嘅操作過程，發現一個好驚人嘅事實：呢啲小販基本上係全日都唔洗手嘅。佢哋收完錢，摸完自己個頭，抓完身上嘅痕，甚至去完廁所之後，就直接用嗰隻完全冇清潔過嘅手插落去兜酸辣水度。有啲記者甚至影到小販對手嘅指甲縫入面，全都是黑麻麻嘅泥垢。更震撼嘅片段係喺一條後巷影到，有個小販因為覺得兜酸辣水唔夠味，竟然直接用自己啱啱抹完鼻涕嘅手去攪拌嗰大桶湯水。好多遊客食完之後返到酒店，當晚就開始瘋狂嘔吐同埋嚴重肚痛，喺醫院住咗成個星期。呢種所謂嘅街頭風味，其實係用無數細菌同埋人體分泌物調配出嚟嘅慢性毒藥。再睇埋第8位係印度非常出名嘅傳統甜品炸糖環 Jalebi。呢種甜品外表橙黃色，好似一圈圈嘅蚊香咁，炸完之後會浸入濃濃嘅糖漿入面，食落去又甜又脆。但係記者暗訪發現，街頭小販炸糖環所用嘅食油簡直黑過墨汁。呢啲油通常係重複加熱咗幾十次，甚至幾個月都冇換過嘅萬年油。喺高溫不斷加熱之下，呢啲油已經產生咗大量嘅致癌物質同埋反式脂肪。更恐怖嘅係，因為呢啲糖漿甜度極高，小販擺喺街邊嘅時候根本冇做任何防蠅防蟲嘅措施。記者影到成千上萬隻烏蠅、蜜蜂甚至係烏鴉直接停喺啲糖漿上面吸食。有時啲烏蠅死咗喺糖漿入面，小販就咁用手指將隻死烏蠅彈走，然後繼續賣俾客食。而且佢哋用嚟發酵麵團嘅大桶，表面積滿咗厚厚嘅油垢同埋老鼠屎。工人就喺呢個環境下用手不斷搓麵團，簡直將所有衛生標準踩到最底線。第7位我哋要講下印度最普遍嘅街頭主食之一咖喱角配馬薩拉豆鷹嘴豆湯。呢種食物因為熱辣辣，好多人都覺得經過高溫烹煮應該好安全。但記者暗訪咗呢啲街頭熟食嘅食材來源，佢哋去到一個大型嘅蔬菜批發市場同埋背後嘅加工廚房，畫面真係令人非常震驚。用嚟整咖喱角餡料嘅薯仔同埋豆類堆到好似一座小山咁高，就咁擺喺露天嘅垃圾堆隔籬，成群成群嘅老鼠喺啲薯仔上面爬嚟爬去，甚至喺入面開大。小販嚟到批發市場，就咁將呢啲被老鼠爬過咬過嘅薯仔執返去，完全唔使，就咁連皮一齊切碎煮熟。而更震撼嘅係，因為當地成日停水停電，小販用嚟洗碗同埋洗鍋嘅水係一桶反覆用咗成日，已經變成灰黑色嘅污水。記者拍到小販將至食完嘅碟放入兜污水度揚2下，抹都唔抹就即刻呈第2份咖喱角俾下一位顧客。你以為你食緊熱騰騰嘅香料，其實你係食緊老鼠嘅排泄物同埋上100個客流落嚟嘅口水唾液。嚟到第6位係一種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嘢，就係街頭嘅拉茶或者叫馬薩拉茶。Masala Chai
去到印度，周街都會聞到濃濃嘅茶香同奶香，睇住小販用個壺將啲茶拉嚟拉去，好似好有文青風味。但記者深入調查之後發現，呢啲茶之所以咁濃郁，背後有個好大嘅秘密。首先，佢哋用嘅牛奶好多都係來自非法營運嘅地下乳牛場，呢啲牛生活喺極度污糟、積滿糞便嘅棚屋入面，身上生滿曬瘡。為咗增加產奶量，牛主會幫呢啲牛注入大量未經批准嘅抗生素同埋激素，而小販買咗呢啲劣質奶之後，為咗慳成本，會加入大量未經煮滾嘅污糟井水。更可怕嘅係，記者影到小販用嚟隔茶渣嘅嗰塊白布，已經用到變咗深黑色，甚至上面仲有好多不明嘅霉菌。當小販用嗰塊充滿霉菌嘅布反覆將茶撞嚟撞去嘅時候，啲茶香其實已經掩蓋咗牛奶變質同埋霉菌嘅酸臭味。好多人飲完之後以為係香料嘅刺激感，其實係你個胃對抗生素同細菌產生咗急性排斥。跟住落嚟第五位，呢個真係令好多中意食生果嘅人崩潰，就係印度街頭非常受歡迎嘅現榨甘蔗汁同埋鮮果汁。大家都覺得生果即叫即榨，無添加，一定最健康啦。但記者用相機記錄咗一個好恐怖嘅現象，因為印度天氣熱，生果好容易惹昆蟲。小販為咗保持甘蔗同埋水果嘅賣相，會用一種好強烈嘅化學除蟲劑，直接噴灑喺啲未剝皮嘅生果表面。當佢哋將甘蔗放入部生鏽嘅榨汁機時，完全冇經過清洗，連埋表面嘅化學、農藥、泥土同埋小販手上嘅細菌一齊榨入杯汁度。更震撼嘅畫面係，部榨汁機因為長期冇清洗，內部已經塞滿咗發霉嘅甘蔗渣，無數嘅烏蠅就喺榨汁機入面產卵。當機器一開動嘅時候，啲烏蠅卵同埋發霉嘅渣滓就一齊被榨成汁，流落去你杯甘蔗汁度。記者甚至拍到有小販因為冰塊唔夠，直接去附近嘅臭水溝隔離搬運一啲用嚟冷凍屍體或者工業用途嘅大冰塊，用把生鏽嘅大鋸將冰塊鋸碎，然後直接加落去杯鮮果汁度俾客人飲。呢杯嘢飲落肚，真係隨時要去醫院洗胃。第四位係印度街頭好流行嘅一種醃製零食，叫做醃水果或者香料生果拼盤。小販會將一啲番石榴、芒果或者菠蘿切成片，然後表面撒滿大量嘅黑色鹽、辣椒粉同埋各式各樣嘅香料，聽落去好似好惹味。但記者暗訪發現，呢啲切開咗嘅生果，往往喺烈日之下暴曬咗好長嘅時間。為咗防止生果變色同埋招引太多蟲，小販會使用一種未經食品安全認證嘅工業用防腐劑水溶液，定時定候噴灑喺啲生果表面。更令人惡心嘅係，因為街邊好大塵，小販用嚟抹切生果把刀同埋木砧板嘅布，其實係一條已經用咗好耐，平時用嚟擦汗甚至擦鞋嘅爛布。記者拍到有小販切下生果，有隻大蒼蠅踎喺上面，佢就咁用手一巴拍死隻蒼蠅，然後連埋隻蒼蠅嘅屍體殘骸一齊將生果切片兜售俾路過嘅打工仔同遊客。呢種五顏六色嘅生果拼盤背後隱藏嘅化學污染同細菌超標情況，超乎大家想象。嚟到前3名，情況已經去到一個常人無法理解嘅瘋狂地步。第3位係一種叫做香料薯仔餅 Aloo Tikki 嘅街頭快餐。呢種食物通常係將薯仔泥做成餅狀，然後放喺一個巨大嘅平底煎鍋上面，用油煎熟，最後配上洋蔥碎同埋特製嘅綠色薄荷醬。記者暗訪嘅震撼片段顯示，呢啲所謂特製嘅綠色薄荷醬根本唔係用新鮮薄荷整嘅，因為新鮮薄荷成本高，好多地下作坊會使用一種工業綠色染料，加入水、劣質澱粉以及大量嘅化學香精調配而成。而最令人髮指嘅係，記者拍到一間位於孟買貧民窟嘅薯仔餅加工廠，工人們喺準備薯仔泥嘅時候，因為天氣太熱，身上嘅汗水好似瀑布咁滴落去個大木桶嘅薯仔泥入面。有啲工人甚至一邊食煙一邊用腳踩落去兜薯仔泥度進行攪拌，整個工廠嘅地面布滿咗污水同埋死老鼠。而呢啲準備好嘅薯仔餅，每日就係咁運去全城市幾百個攤檔。當你食緊一塊外表香脆嘅薯仔餅時，你其實正喺度品嘗緊工人之汗水、工業染料以及極度惡劣環境下培養出嚟嘅超級細菌。第2位，呢種食物真係好多去過旅行嘅人都中過招，就係印度式嘅街頭炒麵或者炒飯。因為好多人驚食印度咖喱會搞肚痛，於是覺得食炒麵、炒飯呢啲有中國風嘅嘢會安全啲。但事實恰恰相反。記者進行咗長時間嘅跟拍，發現呢啲炒麵所用嘅麵條全部都係嚟自一啲無牌照嘅家庭式黑作坊。呢啲作坊通常設喺衛生條件極差嘅後巷，
工人們將煮好嘅麵條直接鋪喺地下曬乾，而嗰條街係周圍都有流浪狗、流浪牛喺度大便嘅地方。記者拍到幾隻流浪狗直接喺曬緊嘅麵條上面踩嚟踩去，甚至喺上面小便。小販將呢啲麵條收返去之後，根本唔會清洗，就咁放入個大鑊度，加入大量成分不明、連標籤都冇嘅化學醬油同埋味精，進行猛火急炒。更驚人嘅係，因為炒鑊好大好重，小販炒到出晒大汗嘅時候，會直接用自己抹完汗嘅手去揸麵條落鑊。好多遊客食完呢啲炒麵之後，即刻出現嚴重的食物中毒症狀，甚至引發急性肝炎。原因就係因為呢啲麵條本身已經被動物嘅排泄物嚴重污染。終於去到第一名啦，呢個被記者形容為最震撼、最估唔到嘅第一名，竟然係好多男人平時最中意食，覺得可以補充精力嘅男人最愛，街頭即開生蠔同埋各式各樣嘅海鮮燒烤。大家可能會好奇怪，印度都有生蠔同海鮮食。冇錯，喺印度一啲沿海城市，例如孟買或者果亞，街頭有好多賣即開生蠔、烤魚或者炒蜆嘅攤檔。好多男性遊客或者當地男人都中意收工之後去飲杯嘢，食幾隻生蠔，覺得咁樣好補，好有男人味。但記者暗訪拍翻嚟嘅畫面，簡直係世界末日級別。首先，呢啲生蠔同海鮮根本唔係來自乾淨嘅深海，而係直接喺孟買市中心污染最嚴重嘅工業廢水排放口附近撈上嚟嘅。嗰度嘅海水黑如墨汁，表面浮滿咗工業油污、生活垃圾同埋各種化工廢料。呢度撈上嚟嘅生蠔，體內積聚嘅重金屬，例如鉛、汞、鎘嘅含量，超出了國際安全標準嘅幾百倍。但最令人反胃嘅畫面仲喺後頭，記者用隱蔽鏡頭拍到，小販開生蠔嘅時候，所用嘅水竟然係直接喺隔籬個公廁裏面提返嚟嘅污水。因為生蠔殼好硬，好難開，小販會將生蠔浸喺呢啲污泥水入面，令佢哋變軟。當佢哋用把生鏽嘅鐵刀將生蠔撬開嘅時候，蠔肉上面已經沾滿咗黑麻麻嘅污泥同埋細菌。為咗掩蓋生蠔本身因為嚴重污染而產生嘅惡臭味，小販會加上極度濃烈嘅生薑、大蒜、辣椒粉同埋不知名嘅香料，然後就咁生食，或者求其用火烤幾秒鐘就上碟。好多男人食落去嘅時候，覺得好刺激、好惹味，仲以為自己食緊精華，但實情係你吞緊嘅每一隻生蠔都含有1億個以上嘅大腸桿菌、霍亂弧菌，以及足以令你肝臟衰竭嘅重金屬。記者喺暗訪報告入面指出，好多長期光顧呢啲生蠔攤檔嘅男士，事後都出現咗嚴重嘅慢性重金屬中毒，甚至性功能受損，同當初追求男人最愛嘅目的完全背道而馳，真係莫大嘅諷刺。睇完呢個由特約記者用生命拍返嚟嘅震撼暗訪，大家係咪覺得自己嘅世界觀都被刷新咗呢？印度嘅街頭美食文化雖然看起來多姿多彩，充滿異國情調，但背後缺乏監管嘅食品衛生安全，真係一個巨大嘅深淵。由第10位嘅地下製冰廠雪條，到第1位致命嘅重金屬污染生蠔，每一種食物背後都充斥着令人無法直視嘅污糟真相。好多人可能會話，當地人食咗咁多年都無事，我哋去旅行試下有乜所謂？但你要明白，當地人嘅腸胃可能已經適應咗某種菌群，而對於我哋呢啲習慣咗嚴格食品衛生標準嘅人嚟講，呢啲街頭小食裏面嘅任何一種細菌都足以令你喺異國他鄉嘅醫院度度過你嘅假期。所以話旅行追求體驗係好事，但絕對唔好用自己嘅生命安全同健康去冒險。下次大家如果真係有機會去印度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旅遊，見到街邊那些香氣四溢、看起來好特別嘅街頭小食時，不妨諗返起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呢啲鏡頭片段，放低那份無謂嘅好奇心，選擇去一間乾淨有信譽嘅正規餐廳食飯，先至係對自己同家人最負責任嘅做法。希望今日呢條影片有幫到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信息分享俾身邊準備去旅行嘅朋友，提防病從口入。